Hello， 你好嘛，我係阿貝，多謝你收睇我嘅 AI 新手入門課第2集。上一集咧，我哋就帶大家走過 AI 發展嘅歷史，拆解咗 AI 點樣一步一步由遙不可及進化到人人都可以用到嘅技術，仲整理咗8個 AI 關鍵字俾大家。如果你仲未睇上一集嘅話，就記得去睇返啦，因為有咗上一集嘅基礎，之後學 AI 咧就會容易好多㗎啦。好，咁今日呢一集，我就想同大家介紹喺2025年呢一刻市面上最有名、最多人用嘅5大 AI 對話模型，分別咧就係 ChatGPT、Claude、Gemini、DeepSeek 同埋 Grok。呢啲 AI 都係基於 LLM 大型語言模型嚟運行，只需要用你平時講開嘅語言就可以同 AI 溝通，請佢幫你寫作、翻譯、整理資料、分析數據等等等等，令工作同埋生活各方面都變得更加方便、更加有效率。大家都可以透過電腦網站或者手機 App 用到呢啲 AI 嘅，但要注意返啦，而家除咗 DeepSeek 同埋 Grok 之外香港用戶現階段都要配合 VPN 先可以用到 ChatGPT、Claude 同埋 Gemini。咁今集我就想首先帶大家了解呢5大 AI 公司嘅公司背景、發展理念，佢哋嘅語言模型版本嘅發展，等大家可以建立清晰嘅概念，唔會搞亂佢哋。最後我仲會將呢5大 AI 放埋一齊做一個對比測試，睇下佢哋面對同一條問題嘅時候，回答上面有啲咩分別。好，大家準備好，我哋就開始上堂啦。首先出場嘅係最強 AI 1號 ChatGPT， 相信就算對 AI 一竅不通嘅人都一定聽過佢嘅大名。而上一集 AI 發展轉捩點嘅時候都提及過 ，ChatGPT 係第一款基於 LLM 大型語言模型運行、正式面向大眾嘅 AI 對話模型。Chat 代表對話，即係代表佢可以同人類用自然嘅語言傾偈。GPT 就係 ChatGPT 背後嘅 LLM， 全名係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即係一款基於 Transformer 架構，經過大量網絡文本預先訓練嘅生成式語言模型，係擁有強大嘅文字處理能力。我上一集教咗你咩 Transformer 㗎，唔記得嘅話就記得睇返上一集啊。咁 ChatGPT 嘅開發公司就係近年 AI 界最受關注嘅企業 OpenAI， 而 OpenAI 嘅 CEO 就係 Sam Altman， 佢嘅背景我哋上一集已經詳細介紹過。咁 OpenAI 就係2015年成立。原本係一間非牟利嘅機構，成立嘅目標係推動 AI 技術造福全人類。但後來為咗維持資金發展，逐步轉為商業化嘅運作。到咗2018年 ，OpenAI 開始研發 GPT 技術，先後推出 GPT-2、GPT-3 呢啲大型語言模型。但嗰陣時呢啲模型只係用作研究嘅用途，未有真正面向大眾嘅 AI 產品誕生。簡單嚟講，當時雖然已經有 LLM 大型語言模型，但係仲未有一個可以令到普通人直接使用嘅 AI 工具。直到2022年11月30號 ，OpenAI 正式推出 ChatGPT， 將 LLM 嘅強大功能包裝成人人都適用嘅 AI 助手，真正引爆全球 AI 熱潮。當時 ChatGPT 推出僅5日就突破咗100萬嘅用戶，成為史上增長最快嘅應用程式。呢一場 AI 革命令到各大嘅科技巨頭都瘋狂投入去 AI 研發裏邊，直接促成後嚟 Gemini、Claude 仲有 DeepSeek 等等嘅新競爭者誕生。第2位登場嘅 AI 對話模型就係 Claude。咁如果你有留意開 AI 嘅發展，都應該有聽過 Claude 呢個大名㗎啦。Claude 係由 Anthropic 公司開發，喺2023年3月正式推出，主打安全性高、對話自然、邏輯能力強。但話你知 ，Anthropic 呢間公司係集結咗好多 OpenAI 嘅前員工，創辦人 Dario Amodei 以前就係 OpenAI 嘅高層，因為對 AI 安全性有唔同嘅理念，就決定獨立出嚟成立 Anthropic。Trust and credibility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particular policy. I went to OpenAI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non-profit. It was a place where I could go and focus on safety. And I think over time, that maybe wasn't as good a fit, and there were some difficult decisions. And customers also really care about safety, right? Customers don't want models that are hallucinating. They don't want models that are easy to jailbreak. They want models that are helpful and harmless, right? And so a lot of the time what we hear in customer calls is just, we're going with Claude because we know it's safer. I think that is also a huge market impact, right? Because our ability to have models that are trustworthy and reliable, that matters for the market pressure that it puts on competitors too. 所以 Claude 嘅建立理念係比其他 AI 更加注重安全性、可控性，希望避免 AI 失控或者產生有害嘅內容。
至於點解 Claude 係叫 Claude呢？其實佢哋係向一位傳奇人物致敬啊！咁佢咧就係20世紀最重要嘅數學家之一，被譽為信息論之父嘅 Claude Shannon。佢喺1948年提出咗信息理論，研究點樣可以最有效率咁樣編碼、傳遞同埋壓縮資訊。Anthropic 公司以佢嚟命名 Claude，係象徵對佢喺資訊科學上嘅致敬。咁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上一集咧我都曾經提及過佢個名㗎。第三位登場嘅 AI 對話模型就係 Gemini。咁 Gemini 咧係 Google DeepMind 公司咧開發嘅，佢係喺2023年12月正式亮相，成為 Google 喺生成式 AI 領域裏邊最重要嘅里程碑之一。但其實咧 Google 早喺2023年嘅2月已經加入呢一個對抗 ChatGPT 嘅戰團裏邊。當時咧佢哋推出咗 Bard 作為 Google 第一代嘅 AI 聊天機械人，希望咧可以同 ChatGPT 競爭。但係 Bard 嘅初期咧表現就未如理想，市場反應冷淡。另一方面 Anthropic 推出嘅 Claude 喺2023年3月發布咗之後咧就迅速崛起，進一步削弱咗 Bard 嘅競爭力。所以去到2023年12月 ，Google 咧就作出咗重大嘅決定，就係全面淘汰 Bard，以全新 AI 助手 Gemini 取而代之。咁 Gemini 呢個名咧就係雙子座嘅英文啦。代表 Google 期望呢款 AI 咧具備多元嘅能力，可以同時兼顧邏輯推理同埋創意生成，成為全方位嘅 AI 助手。當時 Google 咧對 Gemini 咧係寄予非常大嘅厚望，聲稱佢係 ChatGPT 嘅最強對手。但現實係佢哋初代嘅語言模型 Gemini 1.0發布咗之後，個測試結果咧並未能超越 ChatGPT， 甚至咧後嚟有人發現喺佢哋嘅官方測試影片入邊嘅即時分析，其實係剪接後嘅畫面。What about now? The contour lines are smooth and flowing, with no sharp angles or jagged edges. It looks like a bird to me. 咁面對市場嘅質疑 ，Google 就喺2024年嘅2月迅速咁樣推出全新嘅 LLM 語言模型 Gemini 1.5。咁呢個1.5嘅能力咧，真係大幅提升咗好多。所以 Gemini 雖然初期遇到挑戰啦，但透過持續嘅改進，逐步咧能夠獨當一面，成為全球咧最受關注嘅 AI 對話模型之一。加上 Google 始終都係 Google， 擁有超強嘅技術實力同埋資源，所以我相信 Gemini 只會越嚟越有競爭力，而絕對唔會被淘汰啊！之後到中國代表 DeepSeek 出場，前排最紅嘅 AI 模型 DeepSeek 喺今年年頭2025年1月10號推出咗官方嘅 AI 對話手機 App， 之後就迅速咁樣登上美國 Apple Store 免費應用排行榜嘅榜首，搶走咗 ChatGPT 一直以嚟嘅榜首位置。咁 DeepSeek 咁厲害嘅背後原因，你又知唔知係咩呢？之前中國咧其實都出過好多唔同款嘅 AI 對話機械人，點解偏偏得 DeepSeek 可以威脅到美國嘅 ChatGPT 嘅地位？唔知嘅話就等一等，因為我想講咗 DeepSeek 嘅背景資訊俾大家知先。DeepSeek 深度求索係一間位於中國杭州嘅 AI 公司，由梁文峰喺2023年7月創立。梁文峰係一位80後嘅浙江大學畢業工程師，2015年曾經創辦對沖基金幻方量化，利用 AI 進行量化交易，喺金融市場裏邊咧賺到盆滿缽滿。咁喺量化投資領域取得咗成功之後，梁文峰就意識到 AI 領域嘅巨大發展潛力，所以就喺2023年7月創立咗 DeepSeek 呢個名，象徵公司喺 AI 領域嘅深度探索精神。成立之後短短幾個月嘅時間就推出咗自己嘅首個 LLM 大型語言模型 DeepSeek CUDA， 但當時係完全引唔起任何關注，直到上年12月尾，至到今年2025年1月 ，DeepSeek 先後推出咗 V3 同埋 R1 模型，呢兩個模型喺效能上都令人眼前一亮，甚至喺某啲基準測試之中係超越咗 ChatGPT 等嘅對手，而且重點係免費使用。其次，最令人驚訝嘅係 DeepSeek 聲稱只係用咗600萬美金就完成訓練，令到全球嘅科技界都非常之震驚。總結 ，DeepSeek 呢個迅速崛起，唔單止打破咗美國一直以嚟壟斷 AI 模型市場嘅局面，更加證明咗開發頂級 AI 模型唔一定需要巨額資金支持呢個定律啊。但除此之外 ，DeepSeek 仲有別於 ChatGPT、Claude 同 Gemini 咁樣採用閉源嘅模型，佢係一個開源嘅模型嚟㗎。開源即係將 R1 模型同埋相關嘅技術免費咁樣公開俾全球開發者下載、修改同埋使用，呢一個絕對係 AI 界嘅一大貢獻，因為呢一種透明度可以令到全球嘅開發者同埋初創企業都可以參與其中，加速呢個技術普及啊！咁未來 DeepSeek 能唔能夠持續咁樣挑戰 OpenAI 等巨頭嘅地位呢？
就值得大家拭目以待啦。最後出場嘅選手 Grok， 咁呢個模型就係由 Elon Musk 創立嘅 XAI 公司開發嘅。咁佢係喺2023年11月3號首次推出。咁呢一個 AI 模型嘅背後嘅故事都好有趣嘅，因為 Elon Musk 原本係 OpenAI 嘅共同創辦人之一嚟嘅，但係佢就喺2018年離開咗呢個董事會，之後佢就萌生咗創立自己嘅 AI 公司念頭，強調唔會好似其他 AI 咁樣被過度限制。至於 Grok 呢個名其實係嚟自於一本1961年嘅經典科幻小說《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意思係直達本質，對事物有深層次嘅認識，代表 XAI 嘅理念，希望打造一個真正理解人類思維、講嘢夠實在又有深度嘅 AI。咁佢哋一開始推出嘅模型就係 Grok 1同埋 Grok 1.5。咁我會形容佢哋喺市場上都唔係有好大嘅迴響，但係咁樣都無阻 Elon Musk 喺 AI 領域嘅雄心同埋執行力啊！2024年嘅年中 ，Elon Musk 花咗122日起咗個超級數據中心 Colossus， 可以同時啟動10萬個 NVIDIA H100 芯片，成為全球最強大嘅 AI 訓練中心，超級厲害！果然係 Elon Musk 將不可能變成可能，有咗呢個強大嘅數據中心 ，Grok 嘅發展一日千里。喺啱啱嘅2025年2月17號 ，XAI 推出咗最新嘅 Grok 3，運算能力比之前勁咗10倍啊！一出場就轟動全球，而 Grok 3喺多個基準測試之中仲表現出色，甚至超越咗 GPT 同埋 DeepSeek 添。但對香港人最開心嘅消息係，佢係唔需要配合 VPN 都可以使用到，佢仲可以直接讀取 X 嘅數據，即係前身嘅 Twitter， 而且審查比其他 AI 係寬鬆好多。如果你有關注開 AI， 應該會發現各大嘅 AI 公司成日都會推出新嘅模型版本，但佢哋嘅版本編號名稱絕對唔係簡單嘅 1.0、2.0、3.0， 而係 1.5、4O、V3， 甚至係英文名添。咁上年嘅我未真正咁樣深入研究 AI， 係會經常混淆佢哋 LLM 嘅模型版本名稱，所以今次我就會整理出呢5大 AI 喺近2至3年裏面嘅 LLM 模型發展歷程俾大家。咁我知道我呢個資訊好快就會 outdate 嘅，因為好快就有新嘅版本取代成為最新。但我都好想呈現佢哋嘅進化史俾大家，咁大家先會更容易理解唔同公司未來嘅 AI 更新方向，唔會就覺得好混亂。咁目前各大 AI 公司主要都係擁有2類型嘅語言模型，分別係通用模型以及推理模型。通用模型就係一開始推出嘅模型啦，而推理模型就係近年先開始有嘅新技術。第一個推出推理模型嘅係 ChatGPT， 佢喺2024年嘅9月首次推出 GPT-o1， 跟住其他 AI 公司都相繼推出佢哋嘅推理模型。推理模型最強嘅地方係識得逐步咁樣諗嘢，喺思考嘅過程之中識得利用思維鏈 chain of thought 一步一步作出思考分析，模仿人類慢思考嘅過程。因為以前嘅 AI 係唔識得逐步分析問題嘅，可能你問佢一啲數學題或者邏輯題佢係會亂答俾你嘅。但依家有咗推理模型佢就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幫你思考，幫你解決問題。例如有一個最經典嘅問題就係問佢9.11定係9.8大啲。以前你唔叫 AI 逐步咁樣諗佢可能就會即刻答錯，但用推理模型佢就識得一步一步幫你分析清楚，俾翻一個啱嘅答案你。所以用推理模型嚟解數學題、寫複雜嘅程式碼或者分析法律文件、財務報告等等比較複雜嘅任務都好適合。咁我哋平時日常問啲普通問題、揾靈感、創作為主嘅任務就可以用翻通用嘅模型。但話你知未來嘅 AI 發展應該都會將呢2款模型二合為一嘅，所以呢一 part 我都唔詳細講咁多啦。其實依家已經係㗎啦，因為 Claude 3.7 Sonnet 係標示自己為首款混合推理模型。而啱啱 Gemini 發佈嘅 2.5 Flash 亦都係標示為混合推理模型。混合推理即係指模型可以通過設定嚟開啟或者關閉推理能力。咁依家就唔解釋咁多住，我哋直接進入實測部分啦。咁我就 set 咗7個場景測試俾5大 AI 回答，全部都係上佢哋嘅官方平台第一手問佢哋。頭3題就會用上佢哋嘅通用模型出嚟做比較，之後4條就會用推理模型。而今次主要係想俾大家睇5大 AI 嘅回答分別同埋風格。至於詳細嘅操作示範以及點樣問好問題呢一啲就下2集再教大家。好，測試馬上開始。應用場景1，文案創作，就問佢哋：我影咗一張獅子山上日落有 magic moment 嘅靚相，
想你幫呢張相配一句 IG caption， 重點係上書法睇到美景嘅時候，內心嗰種平靜又讚嘆，同時感受到活在當下嘅感覺。字數約30至40字，因為咧好多時咧我都有純粹咧想鋪靚相而唔知打咩字好嘅情況出現，咁咧就睇下佢哋俾唔俾到一啲靈感我啦。首先 ChatGPT 睇完咧就冇話好有 feel， 但整體嘅感覺咧係似 IG 會寫嘅字嘅，咁試下叫佢再俾多個我先。呢個有翻啲 feel， 口語得嚟有啲詩意，唔錯。下一個選手 Claude， 哇 Claude 嘅文字係非常之優美，每一隻字咧都好靚。夕陽溫柔地親吻着每一寸天際，不得了，好有畫面。叫佢咧再俾多一個我咧都非常之出色。覺得呢句咧我真係會用嚟做 caption， 我會變成真正的自由就是懂得停下來，欣賞生命中的每個 magic moment。Google Gemini 雖然文筆就冇 Claude 咁勁，但係咧佢好細心，直接俾咗3個選擇我。咁頭2個咧我覺得都冇乜 feel 嘅，但第3個又俾到靈感我，改成呢一個獅子山上的日落美景，就是屬於我的 magic moment， 簡單又有意思。所以咧 AI 咧帶俾我嘅文字創作咧，我係用嚟拎靈感居多咯，就唔會完整咁樣採用嘅。DeepSeek 咁其實咧佢嘅文筆咧都幾好嘅，考試咧用呢一啲字眼咧一定會拎好高分。但係咧佢整體咧係好有中國文學嘅感覺啊，好 IG 上邊咧真係用唔到。叫佢再俾多一個我咧，都係好有中國文學嘅感覺啊。咁冇比較冇傷害，阿國你真係仍需努力啊！期待你之後嘅進步，加油！總結呢一彎我最中意就係 Claude 選手，文字創作上邊咧真係非常之優美。應用場景2，翻譯理解，幫我翻譯以下廣東話句子為英文。收爹啦，你當我 Lulu 啊？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記得要 keep 到廣東話嘅語氣同埋意境。呢個就係想測試 AI 除咗直譯句子，仲識唔識理解語境、語氣同埋廣東話背後嘅意思。咁 ChatGPT 同埋 Claude 嘅答案咧係咁樣嘅。雖然2個咧都明白廣東話嘅收爹、Lulu 同埋食鹽多過你食米嘅意思，但係喺食鹽多過你食米上邊咧，佢都係照譯俾我。我覺得外國人咧係唔會明白噶，因為佢哋都冇食開 Wise。而 Gemini 就係今彎嘅第1名。佢咧又係好細心咧，俾咗3個版本我，而3個版本嘅食鹽多過你食米咧，都唔係直譯 eat sauce eat rice 咁樣噶。佢咧仲好詳細解釋翻咧點解佢會咁樣處理俾你知。DeepSeek 咧都 OK 嘅，冇照譯到 eat rice 俾我。但係咧佢一開始係答我英文咯，佢誤會咗要俾成段英文我，咁就要扣翻啲分啦。而 Grok 咧又係陪跑一族啊，今次佢竟然直接冇解釋咧，就咁俾個答案我咧就完咗。然後咧，佢除咗都係直譯 eat rice 俾我之外咧，仲 get 錯咗收爹嘅意思咧，係叫人輕鬆啲咁解喎。所以翻譯理解呢一 part 好明顯係 Gemini 大勝。應用場景3，語氣模仿，請模仿周星馳語氣回答。點解學習 AI 好重要？呢個咧就係想測試佢哋識唔識周星馳，同夠唔夠聰明，get 唔 get 到星爺無厘頭嗰個通。咁 Claude 同埋 Grok 咧，我覺得佢哋都好努力噶啦。但咧真係捉唔到星爺嘅神髓，只係咧係咁表達佢啲關鍵字同埋經典對白出嚟。我發現 Claude 咧面對一啲要寫口語化嘅文章咧，真係即刻弱咗。呢一啲夜深咗未啊？光棍都可以突然有豬播，我真係唔知佢噏乜。咁 Gemini 咧都帶到一啲無厘頭嘅感覺，有幾個位咧我都有笑到嘅。而 ChatGPT 一開始嘅答案咧其實冇乜 feel， 但佢最後咧話可以俾多個版本我，咁我就即管聽下啦。佢就開始越嚟越捉到咧星爺嘅神韻，嗰種無厘頭嘅搞笑咧又出到嚟，同埋咧佢有越講越 high 嘅感覺咯，好好笑。只不過呢一彎嘅第1名，我係要俾 DeepSeek，因為佢係一擊即中，佢嘅答案有配埋啲語氣括號，跟住讀咧你係會好有畫面。佢有出現好多無厘頭嘅對白，大家可以 feel 下。所以咧 DeepSeek 咧喺對中文理解同埋應用嗰方面咧真係做得幾好。咁呢個時候，我哋全部將個語言模型轉去推理模型嗰邊，即係要佢哋慢慢思考完咧先答我哋。應用場景4，數學推理。咁我就喺網上邊揾到2題，我都諗唔到答案嘅數學推理題嚟做測試。首先呢一題，大家都可以一齊估下問號嘅數字係乜嘢。咁因為 DeepSeek 咧佢睇唔到圖案嘅關係啦，所以咧佢係參與唔到呢一條嘅。咁最後 Grok 咧就思考咗181秒，足足3分鐘，但得出嘅答案咧係錯嘅。咁我就俾多次機會佢，第2次佢諗咗89秒，但最後都係答錯，哈哈哈。而 Claude 嘅第1次咧都係答錯，但問多佢1次咧佢就答翻啱啦，冇錯，答案咧就係3。
其實好簡單，就係圍住三角形嘅3個數字乘埋一齊，就係三角形裏邊嘅數字啦。而 ChatGPT 同埋 Gemini 都係一擊即中。值得注意嘅係 Gemini 思考咗唔使15秒就答啱咗啦。好，第二題，呢一題係非常之難，答案係25。咁當中嘅邏輯咧係咁樣嘅，我相信咧我諗100次咧都唔會諗到。咁究竟 AI 們又諗唔諗到呢？咁 Grok 咧連第一題都諗唔到，呢一題咧當然都係失敗啦。DeepSeek 都係失敗，諗唔到嘅。Claude 咧都搞唔掂，仲好灰咁話，窮盡各種方法，仍未找到明確嘅規律。但係 ChatGPT 用咗2分鐘，最終都諗通咗。而 Gemini 真係好黐線，佢又係用咗15秒左右咧，又搞掂咗條問題啦。所以大家有咩數學推理難題，直接揾 Gemini 啦。下一個情景 EQ 處理，同朋友食飯，佢一直咧都講佢返工發生嘅事，仲越講越 detail。但你其實係冇興趣知咁多。呢個時候你會用咩方法打斷佢，而又唔 hurt 到佢呢？咁呢一條咧主要係想測試推理模型喺面對人際之間微妙場面嘅時候，識唔識得判斷情景，分析到人性嘅細節呢？咁最後咧，其實每個 AI 教嘅大方向咧都差唔多，其中每個 AI 嘅第一個方法都係教你咧要自然咁樣轉移話題。但我覺得咧 Claude 同埋 Grok 嘅轉移話題例子咧都好突兀，唔係好夠自然。而 ChatGPT、Gemini 同埋 DeepSeek 嘅答案咧，相比之下咧，我就覺得人性化啲，係現實生活中咧真係可以實行嘅方案。其中咧，我係幾中意 ChatGPT 嘅2號方案、Gemini 嘅3號方案同埋 DeepSeek 嘅4號方案嘅，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睇下學唔學到嘢。Next 應用場景錄業績解讀，咁我咧就準備咗一份小米最新嘅業績報告，然後上傳俾 AI， 再同佢講，根據呢一份小米業績報告，小米2024年表現如何？未來值得投資嗎？就係想睇下 AI 能唔能夠幫我深入解讀到公司表現，同埋俾到投資建議我。而時間關係，我直接話個結果俾大家知。咁咧係全部咧都幫我解讀得唔錯嘅，全部都有俾到投資建議我。雖然咧有啲咧就講得好保守，但如果一定要喺5個裏邊咧揀一個最突出嘅話咧，我就會揀 ChatGPT， 因為你可以見到咧佢嘅排版好清楚，有令你一目了然嘅感覺。而 O3 推理模型咧仲識得喺適當嘅時候咧去網絡搜尋，所以咧佢係揾埋小米而家嘅股價出嚟，識得講咧而家估值咧係處於歷史偏高嘅區間，即係識得俾更多嘅資訊我，做得好好。好啦，我哋最後一個應用場景就係程式編碼，請幫我寫一段網站程式，係計算情侶間拍拖日子同埋紀念日係邊一日。咁呢一個咧就想測試佢哋可唔可以理解需求，寫出清晰合理又用到嘅程式俾我，係咪好勁啊？而家只要寫一句咧 ，AI 就可以幫你生成程式啦。咁結果咧當然係5個強大嘅 AI 咧都順利做到。排名分先後，第5名 Grok。咁 Grok 係花咗30秒同我思考呢個程式，佢有順利計算到拍咗幾多日拖，同埋佢有顯示下一個紀念日係幾時，同仲有幾多日俾我。但因為咧佢嘅界面咧好細粒，好簡約，仲有喺下一個周年紀念日呢一度咧冇明確表示咧即係第幾個周年，所以佢只係得第5名。DeepSeek 拎到第4名係因為佢嘅設計感又比 Grok 更加之好，而且咧有列出更多紀念日嘅日子，之但係佢嘅日子咧係出現咗錯誤。你睇下周年紀念日竟然係前咗一日。咁我就叫佢改一改啦，但係咧都冇改善喎，而且仲多咗一個第2日紀念日俾我。有人會慶祝第2日紀念日嘅咩？第3名 ChatGPT， 咁 ChatGPT 咧都係行簡約風，但佢嘅排版同埋用色咧都好舒服，再配合點到即止嘅 emoji 圖案，明確咁講晒咧我想要嘅資訊俾我知，又會 highlight 翻啲重要地方，所以咧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啊。第2名 Gemini 咧又係做得好好。但由於咧佢色彩豐富啲，同埋紀念日咧俾多啲我嘅關係，所以佢嘅排名咧又高過 ChatGPT。第1名 Claude， 大家見到 Claude 嘅成品，我相信你都毫無懸念俾個第1名佢，好鬼靚，勁有設計感，而且背景咧仲有一啲動畫圖案添啊。雖然睇真啲，發現佢同 DeepSeek 一樣，個周年紀念日咧係少咗一日，但係咧我同佢講翻一聲咧，佢就即刻明白問題所在，好快咧就改翻好俾我。之後咧，我再叫佢咧改做我中意嘅色系，然後佢又搖身一變，變咗呢一個好舒服、好靚嘅風格。Claude，你真係一個又聰明、又優雅、又有美感嘅 AI lady 啊！好，7個應用場景咧就示範晒俾大家，大家睇住我嘅示範咧，都應該感受到5個 AI 咧都好強大，每一個咧都絕對幫到手。咁總結一下，如果以智商嚟講咧 ，Gemini 呢一刻咧一定係最聰明。你睇佢喺數學推理嘅表現咧就知道，但 ChatGPT 都唔弱，都一樣好強勁。咁 Claude 喺文筆、美感同埋寫程式方面咧係冇得輸，
俾多個例子大家睇下。咁咧我就叫 Claude based on剛才小米嘅業績報告，整咗一個信息視覺化嘅網頁俾我睇，又係用一句嚟生成㗎咋，又靚又清晰。咁有機會咧我就再拍片示範多少少 Claude 嘅強大啦。而 DeepSeek 對於中文同埋廣東話嘅理解咧係有明顯比其他 AI 強。咁 Grok 咧就係俾外界形容為最大膽嘅 AI。剛才你可能感受唔到，因為佢比其他 AI 唔同之處係佢唔怕答一啲敏感嘅話題啊。但你問我咧，日常之中最常用係邊一個 AI？ 咁答案咧一定係 ChatGPT， 因為佢除咗 LLM 嘅能力強大之外，佢另外咧仲有好多好用嘅功能。咁下一集咧我就會同大家詳細拆解，記得密切留意。而截至2025年4月呢一刻為止，5個 AI 之中咧係得 DeepSeek 嘅平台可以完全免費使用，而其餘4間咧都有分免費版同埋付費版。咁 Grok 同埋 Gemini 嘅免費版本身咧係可以有限度咁用到佢哋最新嘅模型。如果咧你用嘅次數咧唔頻密，免費版咧都好夠用。另外 Google 咧有一個平台叫做 Google AI Studio， 係專為 AI 開發者同埋創作者咧打造嘅一站式平台，裏邊咧係可以完全免費咁樣用到 Gemini 最新嘅模型。非常之堅，咁網址咧我就會放返喺 info box 嗰度俾大家。所以咧喺剛才嘅測試之中，我咧淨係有俾錢用 ChatGPT 同埋 Claude 嘅付費版啫。但係話你知，身為香港人嘅我哋想俾錢都唔係咁簡單啊，因為 ChatGPT、Claude 同埋 Gemini 都係冇支援香港地區使用，香港位置 IP 咧係上唔到佢哋嘅網，必須咧要連接 VPN 先得。然後就算開咗 VPN 上到佢哋嘅官方平台，最大嘅難關知唔知係咩啊？係上升級，但係佢哋唔俾用香港嘅信用卡俾錢啊！我覺得咧呢個就係點解香港嘅 AI 普及得咁慢嘅主因。用熱門 AI 嘅門檻咧實在太高啦。咁我最後係點樣先俾到錢用到 ChatGPT 嘅付費版呢？就要賣個關子，下一集咧先教大家。但如果大家咧想率先知道嘅話咧，都有辦法。就係由於我清楚知道資訊量太多會令人好迷失嘅道理。所以基於我呢一個 AI 新手入門課系列，我係有另外幫大家整理好一份圖文並茂嘅 AI 筆記，等你可以更完整、更有條理咁樣掌握 AI 知識。除咗有今集同埋上一集嘅資訊之外，未來2集嘅筆記都會喺埋裏邊。所以關於點先俾錢用到 ChatGPT 同埋 Claude 嘅付費版，呢份筆記都有圖文並茂咁樣逐個步驟詳細教你。而因為影片嘅篇幅有限，所以呢份筆記入邊咧仲有好多嘅額外資訊，包括更多嘅5大 AI 實戰比較。剛才得7個啫嘛，筆記係搜夠 double 15個俾你啊！當中咧仲有一啲敏感嘅問題測試，可以睇到 Grok 嘅回應咧係有幾咁大膽啊！而最重要係呢份筆記係會持續更新，即係咧你買一次就可以持續獲得最新嘅 AI 整理資訊，唔使咧怕資訊好快就會 out 咗。仲有，等我遲啲咧整好晒呢個系列嘅影片咧，我係有打算開一個 Discord 群組，希望透過群組可以 group 到一班咧志同道合、對 AI 有興趣嘅朋友仔，一齊研究 AI，互相交流。而頭一批咧買筆記嘅朋友仔，我仲準備咗一個最優惠嘅折扣碼俾你哋，詳情咧就記得睇翻下邊 info box 啦。咁下一集我就會同大家詳細拆解 ChatGPT， 包括官方界面嘅所有功能、實戰應用，甚至進階嘅使用技巧。雖然大家見到市場上佢已經有唔少嘅對手，但喺我心目中 ChatGPT 點都係 AI 界嘅龍頭。識 AI 點都要包括識用 ChatGPT，所以咧就記得唔好錯過下集。咁我哋就下集見啦，拜拜。